我拢总摕4遍冠军，2遍亚军，至今应该摕到3遍。直接跟农夫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保心镇精密芒果的蔡明忠。我自开始种山啊，我就是拢草生栽培，我都不爱用除草剂。草生伊有一寡好处，伊就是保湿、温度它会自然去调节。搁一寡虫害，你完全拢无草的时阵，伊会去危害到咱果树。咱全台湾种精密芒果伊较适合伫阮即款落水溪的土质种起来，伊的气味特别好。你食起来有一个芳蜜的芳味，佮伊的肉会继续 Q 的。迄款气味食到人，你才体会出来。我用讲，我嘛无走讲到足前做的。阮农会要提高这个精密芒果的品质。每一年，阮拢定伫头7月中左右，大家来比赛，去比较讲食种起来品质较好。我自阮农会开始比赛的时阵我拢总摕4遍冠军，2遍亚军，至今应该摕到3遍。所以每一年我拢是前3名。咱消费者若想要食过得过冠军的精密芒果大家你就来直接跟农夫买订购做伙来支持咱台湾的农民。